曼谷 Central Realm 4面佛開光飾物，可以私人訂製能量手鏈，中意祈福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。曼谷除咗去求神拜佛之外，仲可以買啲飾物嚟增加運程。今日我就嚟咗 Central Realm 呢間飾物店，佢哋已經有14年嘅歷史，佢哋入面有唔同嘅飾物，可以增加愛情、工作、身體健康同埋唔同嘅運程啊！佢哋最受歡迎就係呢一個系列，特別係呢個象頭神嘅頸鏈。象頭神喺泰國代表成功，所以無論係事業定愛情，戴上呢個都有幫助㗎。我就咁戴上去已經覺得好有成功感啦。特別想介紹呢個全新嘅系列，呢個都係無論工作、愛情定係事業都會好有幫助。我一戴上之後就即刻見到一個好耐冇見嘅泰國客戶經過啊！另一款最新推出嘅九寶戒指係採用9種天然軟性寶石，象徵泰國9大吉祥祝福，設計融合咗拉克希米女神蓮花，無論賣相抑或意義都充滿話題性。座佛系列都係佢哋嘅標誌性作品，象徵寧靜、專注同埋內在平衡。入面有13米以上嘅吉祥神子系列，可以滿足唔同信仰嘅祝福需求。佢哋仲有唔同顏色同埋功效嘅寶石，每個顏色都有唔同嘅效果。佢哋仲可以自由配搭唔同顏色功效嘅珠鏈出嚟，咁就一定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嘅效果啊！佢哋飾物款式除咗唔同功效之外，我就覺得全部賣相都好靚，戴上去當係唔同嘅飾物配襯出街都 OK 啊！而且全部都用925純銀製造，當係首飾戴上身都好有貴氣。嚟到 Central Realm 一定買翻去當係俾屋企朋友嘅手信啦！記得追蹤我哋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唔同嘅旅遊資訊。